拢唔知，啊见头个后代，加开加怪，行路真后排。报道车载倒退，弄到查某囡仔吃歹势。阿母我要嫁，我惊讲你唔通嫁，风电我唔惊，警察你来兄，我日本婆仔就猜你名。嘿，车！知影，你这台语的 rap 听起来敢若怪怪呢？哪有可能怪怪？我是对因老母正好，甲请安，安尼请起来敢若你比我较高，无你来念。来，阿尼不就很厉害？来，从小就没白，天天擦防晒，最后还是要被老七掰。黑头车往后退，撞到别人的货柜，你明明边开边睡，还说你只有3分醉。你妈妈爱喝，边喝边唱歌，实在很想走，超你妈的车！你还不是一样，听起来像在骂人，没水准啊！哎呦，无你唔就足够的，无你唱嘛。伊会晓写歌这件代志，我毋是足了解，也毋过我知影伊的文笔足好诶。哦，够好诶，我都毋知为虾米。我拢讲，伊以前是读做侪册吗？伊讲嘛无。伊有当时咧写物件，我讲哇，你吸袂到就是七言绝句，无就是虾米拢是有意思诶，毋是凊彩写哦，也是讲伊的书法嘛是写得足好诶，字哪会遮水啊呢？我讲你是有特别去学吗？嘛是无。这个物件都是伊与生带来。所以我感觉伊做神奇的，所以你讲伊会晓写歌这件代志，我感觉我感觉我一点仔都无意外。为什么我定听伊讲话哦，我拢会有，毋知是频率的关系，还是讲你可以同理他，还是安怎？比如讲伊咧甲我讲伊阿嬷的代志，还是咧讲伊妈妈的代志，伊咧讲的时阵我都会哭出来。你敢若看伊的目睭，伊传达互你的迄种情感啊，哇，你是会有感觉的。然后呢，你讲伊写歌，我感觉因为伊对感情，对于亲情，还是讲一寡物件，我感觉伊就敏感的，所以我感觉伊写出来的词很容易去拍到你的心啊呢，互你有感觉呢。好啊，师傅，其实呢，平常时呢，拢甲你讲爽笑，无正经，也毋过伫遮呢，真正的我。发自我的内心，我真正就感谢你的，因为你的每一句话，对我的人生，拢有真大的影响，所以你遮真正是就感谢你的。然后，嘛希望会当甲你同齐。我知影咱两个愿望就是带互这个世界真侪的欢乐，这是咱身为一个艺人想要做的。所以我也希望这世人刷落来，也有的日子咧，拢会当甲你同齐去做这件代志。那上主要嘛是希望你呢会当好好保养你的身体，因为我知影你真正是很辛苦，定定拢我看你根本就是无咧休困，所以拜托的哦，好好保养你家己的身体，然后逐工带互别人快乐之余呢，我感觉。你嘛爱好啊，爱你家己，一路途途啊望雨，雨来风微摇，那摇，地那桥，水啊拄烧。伊也飘向做笑着，你也笑，我也笑，大人囡仔笑外摇。伊嘛好，我嘛好，厝边头尾拢学路。这就是台湾，这才是台湾，台湾幸福上团。手啊牵手，袂孤单，一步一步小小斗阵行。长啊山过海。到我台湾，开
山霹雳血河海，龙啊见开伊呀加淡，那一路啊那路啊。这就是台湾，这就是台湾。台湾，台湾香花上大，云啊连山，海啊抱花，一句一句唱予世界听。咱作词作曲家，咱大家拢捌的。综艺节目名主持人，各种诚心欢迎咱的艺界的前辈许孝顺顺哥，欢迎。嗨，各种一见的所有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顺啊，许孝顺。朋友要看到普通时啊，唔知你另外一边作词作曲呢，老师。你叫我老师，我就歹势。生意的啊，因为我个人感觉讲吼，我对写词自囡仔就有兴趣。啊，但是呢，甲这个曲来吼，因为曲这个物件足专业的，伊吼第一就是讲，你要对乐器非常的熟悉，过来就是讲，你安怎去操作到伊的美感，甚至流行，甚至会用接受。啊，我就离开演艺圈无偌久吼，就跟着郑经义老师吼，甲一哥啊吼，算讲我甲赶卡棒吼，赶超2年。啊，第二身躯边啊，听伊讲对音乐吼安怎迄个感情。吼，啊！你要安怎去甲伊交流？你咧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你的心情爱安怎？吼，伫这方面就得到真大的启示啊！啊，到尾啊，甲伊感觉讲，我摆写起一寡词，是毋是会当来甲一寡音乐啥甲斗起来？这词甲曲变做会唱的歌。有啊，朋友头拄我听 Just 台湾，迄别条歌无人安尼，原住民的 melody 嘛有，嘿，客家，台语咱来讲，对华语会调。老师，你拢甲用落去？啊，因为这首歌的迄个音源是安尼，咱伫即个英国有一个做题真出名的吕老师，迄我足老的朋友，我较少年啦。啊吼，我做囡仔咧捡石头时，已经是一个石头专家。啊，但是我毋知伊背后哇，伊做题做真好。啊，当时佫有一个专门咧做咱的吼，做迄啉茶时阵穿的布衫，吼，伊用自然迄个染布的料来咧染衫，啊，迄个叫吼。郑慧中老师，吼，迄郑老师，啊，就因两个迄天拄啊斗阵，打一个电话互我，孙啊，啊，阮要去德国参加即个世界茶会啦。啊，阮想要吼炸真侪茶去，但是吼无炸一条歌来去吼，感觉迄个气味无够。啊，你甲我写一条好无？我讲哈，我毋是专业的呢。伊讲无啦，你吼茶啉较济吼，你会有感觉啦。好，我就讲啊，打系啊，啊，你当时要来？对，传偌久要你写？嘿，伊讲我差不多下晡3点会使互我，我无啊，我全啊骹尾拢冷去。啊，我就想讲，真正哦，伊个我有甲我讲，你要写任何一个物件时阵哦，第一你要有迄个画面，记录图，图望好，好来风味，香哪油，吼茶哪口，水拄烧，一夜飘香做笑着。迄就是画面已经出来，你看为山顶满茶。哎吼，自然哦，四季的天气造成无共款的这个气味，啊，但是做茶的人哦，等下厝的哇，大小是大家要趁钱啊，厝边隔壁这边哦，人讲哦，爱看人食肉，唔通看人泡茶啦，泡茶扑落去吼，会去喷到迄落吼茶色，目睭会爬袂紧嘛。徛伫咧边啊，无定着伤啊。对啊，迄会喷嘛，啊，但是人咧食肉，你咧看无喷一地啊，所以讲伊讲吼。我若鼻着芳芳，咱活来去，反正分杯啊茶通我啉，迄个气氛真好，所以我就讲，伊叫我甲我讲迄个感觉安尼，好安尼甲放落。啊，迄一年的这个世界主题，世界茶会主题就是 just tea， 就是要讲茶。我讲just 啊，这就是迄个感觉咧，迄个音真稳真准。我就那个甲摕起来用，尾后有2句哦，云连山，海破花，又。咱台湾一粒岛，这个海呢，敢若一个婴仔，啊，这个海敢若妈妈，伊抱着这个花，就敢若摇迄个囡仔。啊，云连山就敢若爸爸
爸爸是天，训练线是爸爸的手，伫蒙遐囡仔的头。所以讲，咱受到上天、大海这片土地，互咱遮尔侪营养的滋养，所以咱种出遮好的地，有遮好的人。有影，嘿，天地听下痛，啊，朋友头拄好听歌，看到作词作曲苦孝顺，真正洗清过去的冤枉。因为顺哥若毋是来坐伫遮啦，别个综艺节目啦，哇，我替你安尼足不好的，因为定定碰过拢咧甲你亏讲，啥物甲袂晓做音乐的人做节目真忝，拢咧拍即个字幕，敢无影？哦，你拢有听到吼？苦啊！其实哦，那伫迄遮我就无要甲喊苦啊啦。我感觉吼，一个师傅吼，一世人愿意教你遮尔侪物件吼，咱分点一个是应该的。就敢若一句我听甲讲啊，你唔好踮你外头，吼，你外头有人比你较敖，所以吼，你去做你介意做的代志，安尼就好啊。有影，唔通一直去点。啊，甚至讲，Just 台湾这条歌，真正呢，我嘛是互因算讲朋友交情怎送因去用。因讲吼，去到德国，去到欧洲啊，吼，真侪只侨民吼，咱台湾的侨胞足久唔捌转来，听到你够好了，吼，听到起油皮。因为你管足快啊，客话有客话，台湾歌歌戏，拢总伫内底啊。哦，身为台湾的一份子，咱有这个责任，有这个使命，必须要甲咱捌的咱知影，会当用上好、上准的迄个哦，放伫什么所在，互大家拢感受得到。顺哥伫咧讲，足侪工课是旧年的业绩，像你头拄我讲捡石头，即站吼，你已经是规世人的代表，你的名都刻伫咧石头亚洲这个环境、这个世界内底啊。啊，石头到底是教你什么款道理是无？因为哦，咱无去探讨进前吼，你唔知讲，这其中不留言过来衫，袂使看出内裤，这内底一定有伊的故事。啊，我是吼，我拄退伍的时阵吼，我就去参加这石头会。有一天要点灯，我去拜石头，一个学里上的卫兵来甲我看咧。阮迄个时代啊，民国70几年的时阵哦，差不多吼无这个少年的咧耍石头，罕的，拢侪伙人，吼5、60算少年的哦，迄7、8十才是老师。伊就我头甲我讲，少年的，你学啊甲韩志芬的清楚袂？啊，你耍石头，啊，你知影耍石头是耍什么意思无？讲即个话，敢若看咱无呢？嘿，无伊感觉我伤少年，啊，我想讲。我真正无想过哦，我是感觉讲，伊有迄个美感，甲有迄个价值性，啊，毋知有遮侪人要去收，啊，我尾仔才理解讲，哇，原来伊背后迄个吼文化迄个内涵吼，迄个本质足深的，啊，所以这学里长甲我问说，哇，歹势，我吼即刻的进前我毋捌想过，你互我下暗顿去想一下，我明仔再甲你报告，啊，我著规暗拢无啥困着，我著写2首诗，我讲吼，一顶粗皮。有心肝，偌久变土沙，起厝互人住。百面烧酒来做伴，摆坐变土骹，做路正人踏。我所愿意为之奉献，我不愿意为之牺牲也。哦，我石头你要甲我切做地帮，我敢有答应你？哦，啊，我但是我伫海边啊，我家己一个大石头磨做变做沙的时阵，你担起互起厝，我甘愿。哦，啊，所以第一首呢，就是甘愿。一个牺牲，一个奉献。学里长听我安尼讲，哇，歹势，啊，你家己写的。我讲无啊，我著吼加减想，加减写。用真安尼写，伊回头就要走啊，伊安尼，哦，面规拢红起来。我讲足惊伊血压压起来。我想，还佫有一首。伊讲还佫有安免安尼。真正要互伊血压压起来就对了。所以后壁这首是算讲哦，我这世人吼，甲石啊中间上重要一个，算讲一个解释啦。石来我未来，石在我不在。石头来啊，咱还未来；石头咱无伫啊，石头还佫伫。石在我不在，所以咱只不过是时间的过客。吼，咱这世人用咱上水的迄个，咱甲石头的关系，咱知影要安怎甲欣赏，安尼用咱的专业、咱的教义来甲别人分享。大来到恁兜的巷仔口，戆戆在等候。虽然黑暗的风真透，
找我嘛找袂走。自迄日甲你熟悉了后，你的形影我着记条条，你的可爱，你的窈窕，予我的身份袂了了。约会的时间已经过头，因乎你也袂到，陪伴我只有一支电话跳，亲像笑阮讲烟头。孤单来到恁兜的巷仔口，戆戆在等候。虽然黑暗的风真透，找我嘛找袂走。自迄日甲你熟悉了后，你的形影我着记条条，你的可爱。你的窈窕，予我的身份袂了了。约会的时间已经过头，因乎你也袂到，陪伴我只有一支电话跳，亲像笑阮戆烟头。亲像戆烟头，亲像戆烟头。约会的时间已经过头，因乎你也袂到，陪伴我只有一支电话跳，亲像笑阮戆烟头。深退伍的人，有的人真侪搁咧曝光大道，结果你讲这个话，袂输敢若讲已经对世情、世间的代志看了足铁然呢。可能就是吼，迄老灵魂吼，互你感觉讲，我过去应该是安尼四界走，游山玩水，有即款的经验，所以看这个物件足直接的，真敏感度安尼，有法度去得到伊要甲我讲的代志。我知影。尾啊30几岁吼，你出一本石头的书，我那是大家惊甲大嘴开哈哈，因为嘛无人遮少年，就将石头规本收集，有法度出册呢。所以迄个当时啊，真侪遐长辈来讲，哇，这个囡仔敢袂伤过穿，就是讲你遮尔早，你就咧发表你甲个人的意见啊。我唔得足，算讲哦，算足无去放送的啦，就安尼点点啊吼，出迄个书。甲好朋友来做结缘安尼，无想到我当时嘛印无真侪本，差不多2000本尔。拢石头界一寡朋友，大家来互相交流吼，交流到即马嘛剩无几本安尼啦。真侪人问我讲，孙你是剩几粒石头啦？你收几粒石头？我讲吼，若要算念吼，无在条算。但是吼，我心内我有10粒石头，剩这10粒尔。有圆的，有尖的，有四角的，有长的，有平的，有破的。有洞的，有凹的，有矮的，搁有准的。有的是山雕刻的，有的是海洋雕刻的。对，你若刻石头，伊较有迄个角。哦，人讲这个角还袂倒，这表示讲伊咧水内底或者水洼度、水细度无够，所以这一看这刻的。甚至有咧看，哦，这来咸咸，这就算山拄啊好放落来，哦，袂落去水内底开始过，这敢若人咧磨练共款。去到海边啊，哇！
人讲上困难倒石头，就是无甲圆圆的，就敢若咱人修行共款。啊，所以我就讲，为什么这几粒石头我会特别提出来讲？因为圆的甲我讲，做人爱甲别人参详，唔通零零弄弄。你就敢若一个保龄球咧，看到什么人袂爽，你就害去。吼，你安尼袂当。所以圆的呢，伊袂停，等于人甲动点。啊，尖的甲我讲，做代志爱避免互人受伤，唔通轻轻空空。咱的一句话，咱的一个眼神，咱的一个无欢喜，就敢若一个武器安尼来，会去人伤着。所以吼，你爱甲别人罔参详。啊，四角的甲我讲，做代志爱抓着方向，而且正正当当啦。吼，就敢若我的名言款，当个石头伫大自然内底是上困难的。吼，若较大水啊，啊，开始唔拄好去找着啊，伊真紧就断去。所以当个爱足珍惜，当个甲我讲。做代志是来日方长，唔通懵懵懂懂。哦，要个押韵，要个有意思，相当困难。过来平甲我讲，做代志唔好心思重重，吼，才会爽爽。吼，你若心肝头有足侪看家的讲，哦，迄个什么人我无法度甲伊斗阵。啊，你今日真正爱甲伊斗阵去做这样代志，你为头到尾拢做袂好势。所以吼，放互开。啊，有接石头，咱这个东北角。有一个所在叫河米，啊，遐有一种石胆，就是迄石头呢，一直整啊尾啊，敢若迄石刻摩尼佛头壳拢安尼一弯，啊，就破来破去。我破下甲我讲，做代志唔好乌白乱冲，袂使雄公，较稳的，吼，较定着的，骹步呢好打好稳，向下一步来行。过去有人吼，伫家己即个园仔内底放一粒石头，啊，佫有一空，伊讲伊就是等中秋节啦。迄个月光透过迄空，哦，射入个伊个水池内底，伊去游一个吼，对影成山山林啦，吼，对着即个月安尼吼，变做今仔日有足好空的代志，即个光我通甲啉落，迄就是一种欣赏的方法。往当个甲我讲，做代志爱非常有量，北长互人来往往。伫阮兜开一空，还佫少你过哦，吼，啊，佫来到座山若有一粒湖。这个学的甲我讲，做代志莫有苦衷，才会稳重啦。无你讲到啥咧杂叫呢？啊，国政老师傅，敢会使我拜托一下啊？对方还未讲，你就杂叫啊？你就是有苦衷啊？你就甲恁若有啥物袂当过，吼，你会使甲伊参详，吼，啊莫有苦衷，啊若有苦衷你就莫做，吼啊，石头内底有种叫做崖，崖就是讲，即摆落雨会使撇雨。好，这个崖会开始撇雨，咱人生一直行到尾无路啊！你敢要为绝崖怎跳落？其实就是爱甲你讲，崖甲我讲，做代志爱想到无常，唔通雾风风啊！吼，咱过去生活世甲人互相长短，但你即世人拄着啊，你还未解决的代志后壁，你唔通阁去家己去舞弄这是非，阁加落去。人讲万般早不早嘛，吼。刚好有这个业随身呐，所以呢，爱会记世间的无常。啊，有种石头真趣味哦，这伫我一本册内底有，伊都是安尼半圆，啊，顶头这个圆啊，存在倒手边，下骹这个圆存在正手边，伊敢若是敢若咱咧镜啊共款。啊，迄要安怎磨出来？过去可能是气，这个古早人用迄个气骨哦，还是安怎我唔知，但伊的生出安尼是足奇卡的，所以我们讲阵咧甲我讲，吼。做人爱时常运动，才会健康啊！这10粒石头永远在我心中。啊，尾来佫过了1、20年哦，加2粒，过去10粒，即马加一粒有诶，加一粒无诶。哦，有诶，甲我讲，世间是万物皆空啊，只要求普普通通。这个普普通通毋是清清彩彩哦。我会使食上好诶，我嘛会使食上普通诶，因为你接受所有物件。这个上天要赐予你的每一份的营养，你拢有法度接受。啊，一个叫做无的，因为朋友甲我讲啊，你拢讲的有的无的，石头安怎？我讲吼，你无算石头，但是地球就是一个大石头。你看无，但伊一天甲你算一届，你一天比一天更较老，因为明仔载会甲今仔日变做昨昏，你要足注意，爱去珍惜。无的甲我讲，爱知影人在五指山中啊，唔通笑笑空空。毋是真正你的精神出问题哦，是你家己应该爱捌的道理，你甲当作无即回事。人生的责任爱担当，对，爱知影讲你爱做啥，你的使命甲你的责任爱清清楚楚。
爸母是天地，翁某是日月，伊也走找，长长细细。婚姻若风吹，感情若有野花，无句无话，是真是假？嘴边啉的茶。脚底穿的鞋，理想陪子，你我两个。袂记的你提醒，芳片的你去找，拼生拼死为咱一家。人生是短短。日子嘛剩无多，真正足歹势，我毋是袂歹势，只是讲袂出迄句话。人生有你陪，照顾厝内大大小小。三更你想飞，风雨做阵过，一个家袂当欠你一个。爸母是天地，翁某是。日夜走找，长长细细，婚姻若风吹，感情若有野花，无句无话，是真是假？嘴边啉的茶，脚底穿的鞋，理想陪子，你我两个。袂记的你提醒，芳片的你去找，拼生拼死为咱一家。人生是短短，日子嘛剩无多。真正足歹势，我毋是袂歹势，只是讲袂出迄句话。人生有你陪，照顾厝内大大小小。三顿你想飞。一个家袂当欠你一个，心爱的，谢谢。石头遮尔宝贵，每一粒拢独一无二的。研究石头，酸亚少的人，免啊敢讲甲人教你。是啊，这就是讲吼，有时啊吼，对方比你较爱。我一个朋友吼，伊住咧迄个淡水的半山顶，啊，一个朋友呢，看到伊只石头，伊就不爱让伊，
迄个过年时啊吼，为初一吼，已经坐到初五啊。阮朋友要出去吼，行村哦，无才调出门，袂离啊。为着要安慰一个人，伊对迄个物件，迄个愿望，迄个感觉，所以迄个爱吼，哦，真正无法度解释。迄人讲爱较惨死啊！有时你就讲哦，真正你要伫即粒，敢若甲我邮寄2粒尔，你要绑1粒去。啊好啊，即粒绑互你啊，搁另外一个来讲，我要伫迄粒，但我就无邮寄，然后我互你啊。所以有时讲吼，啊，伫迄个刹那间吼，你会感觉讲吼，你会去想到讲，你当时伫咧海边啊，还是溪边，安那看到伊，你甲伊迄个感情，转来吼，安那咱甲做一个叉架啊，所有做迄个台啊叫做吼，帮伊做地，帮伊制造一个伊的涂骹就对了，吼，来做骹，互伊徛伫迄个所在，从咱人的即个角度看伊上即个哦，曲线上水的迄个美感，互大家拢会欣赏会到。你即摆讲吼，愈讲就愈毋甘，啊，所以讲吼，我到尾啊，我即摆伫咧即个永康街后壁迄个所在，有一个老菜市啊，啊，伊迄拢安尼一格一格，我就寄伫遐。我讲吼，若有迄个缘的足爱，就凊彩。迄天拄到一对为美国转来翁仔某，吼，伊讲，哦，我拢看到电视才看到你，但是你今仔伫咧遮，啊，这你石头哟，好啊，讲甲安尼，讲甲足感动，我就送伊一粒，转因咧某就目屎流落来。我讲啥啊？伊讲哦，安尼，我今日回来台湾，摕一块台湾的土地，放喺我美国的厝内底，嘿，迄个感动，特别的价值。对，啊，所以讲有时啊，这个无价的物件啊，哦，有时有价，有时无价，啊，这个无价呢，才是永远的价值。看金买金，看土买土，有价值就是全世界独一无二，是，无价值就是咧讲牺牲啊。啊，实来讲吼。若要讲石头，听我讲咧三枚三，你讲袂完呢。毋过顺哥咱知哦，是，咱知你即个写书的即种的艺，发挥伫咧写石头以外，嘛发挥伫咧写歌词。咱莫讲别人啦，讲咱共款捌来坐伫咧遮，是，结大，是，一生上请赢着迄天，金曲歌王，哇，唱你作词的歌呢？是，阮定定伫咧即个综艺节目后台，吼，为着要等录影。哦啊，甲即个结束啊，开讲，啊，伊定定听我讲话，伊足爱听我讲话。啊，我知影，哦，甲你爱讲啥物话，甲伊爱讲啥物话，甲济话甲少话吼，咱都爱吼，互伊咱要讲的话，都要互伊听了伊会欢喜。甲咱咧开讲，才有迄个绝对的价值。啊，所以呢，即个结束有一天吼，都甲家兄讲哦，啊你吼，毋是要去感谢一对翁仔某，啊你一直拢迄个词吼，请过来人写，写到你拢无介意。我开去找孙仔来写哈，电话真正卡来咧，孙仔，拜托吼，甲我写一个词感恩一下。我想，当你要感谢一对翁仔某，啊，我都要有一个故事的这个背景。啊，迄夜嘛，我拄咧台南，我问讲啊，当时啊，伊讲，敢袂使3工就好我，哇，我迄共款拢规夜拢无困。啊，我想到阮爸爸、阮妈妈，啊，阮爸爸是一个曾经也是一个迄个。算讲民意代表，较无用咧外口咧走总。啊，阮母也是为宝岛中华嫁来家人，吼，总共吼，甲30岁生5个囝啦。啊，等于就讲，阮妈讲对这个感情是毋是遐尔啊踏实，遐尔啊实在？啊，阮爸爸咧无用，啊，伊敢若一阵风连根风。啊，所以我就甲阮爸爸甲阮妈妈两个当时相处的迄个情景，我甲想一遍。啊，内底有一句话就是，因为迄个时代，爸爸拢较迄个大男人。我倒去。吼，我倒讲伊必去，要你甲讲一声较温柔的，伊家己会去给母陪迄款的时代。所以，阮爸爸差不多毋甲阮妈妈讲过我爱你，也是讲吼感谢你，谢谢，拢毋捌讲。伫个我知影代志了后，汉咧看因两个人轻声细细啊，大部分拢是伊安尼嬉戏叫安尼讲滚。啊，所以迄暗就想到迄个情景，才写遐词出来。吼，我讲，爸母是天地啊，对我来讲，哦，但是呢，翁某是日月啊。你看这太阳已经出去啊，日头这迄个月亮才出来，啊，等月亮要转去啊，要去困啊，哇，日头才搁出来，因两个永远都要转细细。啊，所以妈妈感觉讲，我是毋是乌鸦花？报名家己一个伫偷偷流目屎，吼，哎。婚姻是毋是风吹？
虽然我家己装啊水水，但是我伫风中若较大阵的风，我感觉迄线长去我就放无去啊。啊，内底有一句话是体阮老爸写的，我毋是袂歹势，我是足歹势，但是迄个查某人伊无法度讲出嘴，啊，所以我家己写到最后迄句时阵我家己嘛挡袂掉啦。人讲你若无妈妈，这囡仔就歹饲啊。啊，你若无爸爸，这囡仔真坚强，家己会去想办法。但是你无妈妈迄个温情，可能会这个家庭迄个温暖会四散去。痛苦无去，痛啊就四散去。哎呀，我就想到阮母啊，所以我就写一句讲，这个家啊，袂当欠你一个。最后一句就心怀谢谢，替阮爸爸甲阮母啊好解。咱嘛知哦，顺哥这条歌拄啊好，就你咧讲的，阿杰啊，杰都爱唱，是，伊迄个歌声，伊迄个开口，伊偌介意，你敢知？还未发表进前，咱台语台举办唱歌互恁听巡回音乐会，伫咧后台，伊就安尼搁静啊，你甲听看觅。我讲，这歌词写得有够好，顺啊写，甲我拼咧，正经足感动啦。啊嘛无人法度写迄个讲风吹甲尾夜花对比，嘛敢若你才想有。但是这真正感谢伊哥啊啦，伊人生互我真济在启示，伊启发着我对日月、对大自然、对四季这花草、对这鱼啊、这所有大自然咱身躯边啊，人讲你的身躯边啊，永远有一个仙机伫，你若甲斟酌，伊就甲你讲话。啊，你的头一块专辑嘛是伊一手捏出来，对啊，内底逐条都伊写的呢。对啊，所以这个五眼头啊，迄个 MV 我特别等于乱拍，所以嘛做一个纪念性。我感觉讲，这条五眼头嘛，真正甲当时迄个时代的少年人，伊反正是一个痴情的男子汉，徛伫迄个巷仔口的电火骹。伊啊等，戆啊等。家庭对你影响真深，毋但干那妈妈尔，咱搁记得迄代，你甲阿嬷嘛有讲袂完的话。尾啊，碰过林师傅，你无咧喊苦的，对，甲你啊合作对唱，写这条歌，马上小甲阮讲起一个。因为这是阮阿嬷应该是95岁左右啊，95岁左右啊。因为有一天我想碰过。我想要写一个歌，互阮阿嬷做一个讲伊要生日99岁，我带伊要去101大楼要带来厝顶要来食饭创啥安尼。我想起来会使放一条歌互伊听，哟好来，咱处理一下。所以因为阿嬷是一个真伟大的女性啊，32岁的酒馆，带了2个查某囡仔，一个查某囡仔咧巴肚4个月。真坚强，活过迄段时间，所以呢，教咱真济，也毋过咱紧爱比别人切搁较硬啦，但是即摆也毋过咱紧伤过，有些是迄个伤忝，血路袂通，血路袂通，去用通者，所以呢，徛好正，行好正，才得人听，所以甲阿嬷学了真济，所以迄个感恩的心情，由碰过呢来写出这条歌，迄一年的这首歌嘛得到人真济人的肯定啦。我是讲，嘛是会使甲大家分享，今仔日你讲这金言玉语，毋通干那国政爱听到。我有特别拜托一个少年家，你对伊原来真鼓励，原来真欣赏，是吗？考记好，有影啦阮有家人囡仔啊。对，听伊来唱这条，你家己故事讲互碰过听，等恁两个合作出来的作品了，记好原来坐伫咧遮，是吗？来听你安尼训示两句啊。好，小等下继续等下节目中，大家开讲。离开故乡迄一天，心内总是充满着希望。虽然已经不是少年人，
有缘做着上水的梦，如今过了这多冬，春天的花蕊同款红，酸冷的风伊伫人，找着厝外的人。想起着阿嬷你交代的话，叫阮着认真打拼，早日成功花。生一个囡仔孙，陪你美相撮，你古水的笑容，随着春风吹。经过了这多冬，春天的花蕊同款红，酸冷的风伊伫人，找着厝外的人，想起着阿嬷你交代的话。叫阮着认真打拼，早日成功花。生一个囡仔孙，陪你美相撮，你古水的笑容，随着春风吹。早日成功花，生一个囡仔孙，陪你美相撮，你古水的笑容，随着春风吹。阿嬷，你90几岁，一定爱健康平安，你是我的宝贝，你会吃甲百二岁。人拢讲伊是少年辈的歌王，国情啊讲伊用心歌伫咧唱歌，咱来欢迎柯志豪志豪呀。主持人好，我的老师好，所有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志豪。你叫我老师？这真正这，我咧讲吼，缘分足奇妙的。第一啦，我参顺哥，我拢家人囡仔。对。哦，我未出道之前，大家拢捌顺哥啊，伊就是基隆之光嘛。啊，我甲因兜的缘分吼，可能爱讲2代。哦。顺哥的爸爸是老议员，家人非常有名的。啊吼，阮兜开唱片行嘛，捌甲服务过哦吼。伊当初要落宣传车，是，对无？我无对。这是头一站的这个缘分，第二站的缘分是伊的阿兄啊，徐艺文老师是我的国中老师。哦，啊想袂到呢，我到尾啊转入来伫个艺界发展的时阵，顺哥对我真体恤，真照顾，伊就是我伫艺界的老师。阮的缘分是这么深。哦，好，讲到安尼。无论是这个感情吼，莫讲大拢家人能够平生苦，我感觉伊的认真会互咱认同。有影？嘿，伊的迄个愿意会互咱认同。啊，有个人讲
啊，袂情袂红，袂情袂青，啊，就结个全计细。伊拢袂哦，好你看卖，伊个头壳遮大粒，拢无咧计细。头壳遮大粒，搁遮骨力顶。对啊，对啊，头咧咧，有些点头会把恁斗。啊，但是顺哥咱天良讲，是，国政家只有遐嘛，袂输敢若中风咧，因为吼，较早咱伫广播电台，只有遐做人足有情咧。我甲访问过迄摆，经过10几年，伊讲我还会记的，啊，我讲嘛还会记啊，因为咱拢伫无共条路，伫咧拍拼，毋过咱拢真认真。迄个时阵虽然有出专辑，拢对唱的较济，但是你来节目中，我就感觉你有文，啊，即摆就做自己啊呢。谢谢啦，爱过来学习啦。有影这讲起来，目一个年安尼15多年已经过去啊吼。真的，时间是无咧等人的。嘿，你拍up1分1秒，吼，时时刻刻，吼，爱感恩的人，吼，爱珍惜的人，吼，爱做的代志，赶紧，吼，甲做好完全，互大家有感受讲，因为有志豪，哦，我因为有我伫个，吼，这个世界变个较高水，吼，迄是阮一直咧做的啦，毋捌停过。坦白讲，将近要20年的这个演艺。这个变来讲，这个工作真辛苦哦。我感觉我真辛苦啊！我唔是迄个出世伫个这个好野人的厝的这个囡仔，也毋过虽然辛苦，毋过我真幸福，因为我每一个阶段拢有无同款的贵人，就跟他顺哥同款吼。顺哥是一个讲话袂看大细汉的，对。好，伫我迄当阵初未捌个界，伊是甲我开讲的呢。咱咧新人哦，看到这个巨星哦，拢嘛。主动就离开，哦，就想讲啊，咱徛啊，我人毋知想讲，咱毋啥物气度啊无吼，颠倒是这尼啊大牌主持人，哎呀，你家人囡仔哦，对啊，哇，伊还要出名，嘿，阮朋友伫家人做迄庙的主委，啊，我嘛是去烧天的啦，家人听家人要创啥，等去烧天啦，啊，伊嘛是人烧天出来，伊呢，我毋捌伊是啥物人，嘿啊，啊，伊是我一个学长。带伊来唱歌哦，对，一定颠倒万岁，颠倒万岁，对。恁爸爸也是阿嬷，讲起来地头庄头，拢是足有名望的人，啊，甚至讲家族内底做老师的嘛有。哦，足济。啊，尾啊，你行业界，听讲是厝里的人无赞成较济。是啦，一般吼，若生安尼吼，厝人感觉讲你哪会敢？嘿啊，啊，你的反应迄铁门碗，你无爱。啊！你生安尼敢去台北甲人做歌星？吼，你是安尼行唔知路的哦？哈？你即摆是咧笑啥？毋过顺哥即个咧吼，互我真大的鼓励。因为当初我伫补习班教册的时阵，我嘛想讲啊，试看卖咱看做歌星会调无？我妈妈嘛讲，啊，你写作无甲缘投，你要甲人做啥物歌星？我讲啊，许孝顺写作啊，你人就遮红，我咧烦恼啥？所以我足感谢碰过的，啊，因为有一天阮阿嬷就是看到碰过咧演，啊，迄个有法度演，啊，你应该有法度啦。所以吼，这一代甲一代拢有小可牵连啦。恁遮的人，拢讲像是恁的老师，结果大家拢稳重受报，你心肝拢足歹咧。无啦，其实感恩有几种哦，感谢的方法啦，这种是种快乐的方式。呐，无，不过你嘛是无讲到你安那去说服恁兜的人啊。无，迄是阮好。迄有一天，阮阿嬷就因为舅公啊啦吼，有诶做生理，有诶做老师诶，啊就坐走真10个安尼啦，啊尼有赞成吼，孙仔去台北做歌星还是做演员的，请举手。哎呦，现场等操半点钟啊，毋知伊讲伊手有50斤还是啥拢害无啥起来，一票都无啦，一票都无。啊，甲伊讲半暝2点外，阮母啊，讲我房间哦，电话安尼，啊无。切花去喏，门拍开，啊是毋是为着你写迄个代志？安尼啦，啊母啊，你写吼，迄票算无效的票，无效票，啊母一张道理，哇，都是安尼出发的啦。迄毋是选票，迄是人生的车票。人生的车票，真的。啊，所以经常伫咧表演的时阵，有些足忝的，跟忝到呢。像咧舞台剧吼，有时搁唱搁演吼，连续20几天22场啊！哇！啊，你爱搁去录影、录煞、搁赶去、搁演，迄真正迄人哦，咁样戆去，迄人拢无够。啊，我永远吼，若今仔日即个所在有一个空位啊，无人坐，我就甲母啊讲，母啊，也一个啊。我今仔日用我的性命演互你看，迄天就过完。
啊，无你有些唱歌感觉骹浮浮，头壳空空，真的啊，咱人生就是讲，人听咱啊，咱袂当有人闹开，袂当有人闹开。所以，敢若讲只有进前啦，已经无退路啊。哦，勇敢向进前，甲每一项咱爱做的代志做好势。啊，迄个感恩的，迄个温度，迄个能量，迄个哇，6头到8，迄个电梯甲倒入去，3更3暝会使免困。嘿，孙哥是真友好的人，啊，志豪兄嘛是友好，互你一啊，因为阮兜人惊我无友好，所以甲我互人名叫友好的无。对，哎呀，啊，伊本来是迄个4号码头嘛，哎呀，考4号啦，你4号啦。结果等下，敢若唔知着嘿，爸会使改字袂，再改字号。哇，这个原来有这款故事哦，连阮爸家己都唔知。爸唔知，今日你知。我另外再补充我了解一下。是来讲友好，我不敢当。也毋过，我的个性吼，我是一个真珍惜的人。吼，就是讲，我会记得我迄当阵拄出道，也趁无钱嘛，真辛苦，真辛苦。啊！迄当阵上接到我做伙的人有秀卿姐啊，有大牛哥。啊，我对人生剧变我讲吼，其实吼，我做新鲜人咧，我新鲜人并毋是讲新鲜人讲你即马做好嘢啊啥呐，我新鲜是讲，在恁出头天的时阵，你的老爸老母也搁伫哩，就是讲伊会当享受到我的囡仔为我所带来即款的。快乐、幸福感、成就感，就是讲啊，我囡仔才出团，我就甲因讲，我做烦恼我袂红，我希望我赶紧，伫阮爸爸妈妈身体还阁健康的时阵，会当有一点点成绩，会当互伊出门，会当互别人欣赏，讲啊，恁后生志豪啊，唱歌袂歹哦，主持袂歹哦，安尼我感觉我这世人的心愿。也算达成一半以上。有啦。吼，我感觉爱搁爱努力。啊，当然，天公伯也对我真好。吼，就是讲，互我渐渐较平稳，有一点能力。吼，我就家己讲，我爱把握嘛。这个把握就是讲，除了工作会当互爸爸妈妈做伙参与以外，我要全世界去行，互伊更加了解我的状况，互因更加会当搁较侪机会，会当享受大家对因的欣赏。这是我会当做的。我睇到这化妆师有听一个，先讲一个进步哦。明仔载要搁带去佚佗啊哈，真正友好。有一摆咧录影，迄一天可能是有一件代志，伫伊心肝头，伊放袂落，反正是一个咸咸的数字，而且说爱一个做囡仔，因为今仔日伊要徛咧舞台顶，就是要。欢喜要唱好听的歌，互别人听。但是伊迄个石头，我就感觉今志豪怪怪，啊，我就去甲安慰，无安慰无要紧，安慰一个怎哭一个怎袂煞的。啊，所以讲，伊是一个足真的人啦。人讲嘛有为小人嘛，嘛有为君主啊，但伊是啥真正好囡仔。谢谢孙哥。赞。今日是一对爸母，咱永远都做袂。做无够遐，这真正足生意讲的，咱拢爱互相拍拼。这个一日为师嘛是敢若终身为父共款，原来爱考虑报答啊。阮兜客厅，你若有时间去，你去阮兜看卖啊。阮兜客厅毕竟吊许孝顺的相片吊伫中央，边仔才是阮阿祖、阮阿公、阮阿嬷。你早暗你有闻到啥物香味味无？阮都是碰过的。你摆那边我袂讲啊！摆证明，这袂使我袂讲。恁遮叫人老师拢稳重收报。我谈遮甲观众朋友说明，心肝拢出歹。我甲胜哥拢巨蟹座诶，阮拢有迄个，阮拢真小情，足温暖迄个感情啊！我定啊，什么人要找我要去做什么活动，我第一个我就想到伊。我哎，但是最近太红了啦，电话卡去拢无用啊！即摆咧做倒位啊？什么货？无对啊！你穿破鞋，看咱这穿草鞋无去。这句都咸啊咧！
我拢甲顺哥讲，你若叫我的吼，拢唔免计较，免钱我拢对你去，安尼拢不要紧。顺哥安听有啦吼，嘿，就是拢爱叫神的意思。无啦，拢免。对啦，我家己知影迄规矩伫倒位啊啦。伊条讲安尼就是甲我提醒，唔通卖鸡互我钱。无啦，唔是安尼啦。我是我知啦，足感慨嘛，足感谢。实在吼，咱过来要拜托咱的作词作曲家柯孝顺老师，甲咱印一个，互阮对伊表示尊敬的手印。哎呦，结果淡江，这个结束，所以真正综艺节目的结束。我安尼足歹势的对吧？啊，不过手印我来叫印哦。一定要印，对，这是人生的印记啦。来，老师请。真英英安尼。嘿，听，知影你这台语的 rap 听起来敢若怪怪的。老师请坐。好，老师请坐。我手会使举起来。会使，即摆会使，即摆会使。看你有够力，无举起来。我就咪吼，我就咪我行喺路的人想我咧叫客车。来，老师来。 OK。哇！那别人来我就唔敢安尼讲，但是顺哥，咱知影讲，你较敏感的人看出来，这个手相，互你想去做宪兵的时阵的代志。对对对，宪兵毋是拢爱175以上？啊，都阮一年哦，需要迄个真正的宪兵，政报部队。你政报部队？对啊，你看这汉朝你歹势吼。政报部队头第一线呢。哦，我甲你讲哦，迄真正大日头吼，迄输穿落去吼，差不多120公斤啦，啊，刷落迄日头我拍落去吼，迄天若35度，迄领衫烫起来青烟，敢若足精彩，敢若吹包啊！我家己听就好，我无要互观众朋友听。要感谢顺哥，感谢志豪兄，今日来开讲，心所爱歌下回再过来开讲，这么精彩，我偷听就好。真正要听哦，你等下，这头不是 ending 应该演出啊。来 ending 演出，今晚嘛爱讲。这样播时间太贵了。